我是在地新闻，继续要来讲国庆4天的连假，全台湾的游乐园拢推出着优待。南投九族文化村大人的门票直接减200块，内部乐园12岁以下儿童免费入园，阁会当坐摩天轮。婚龄的检乌山，只要身份证的2号有1，或者是0，就会当以299块的优待价来入园。 民众耍甲叽叽叫，也有缆车通坐。南投九族文化村将对上述连假人潮推出优惠。12岁以下的儿童，我们还有一个观光局的秋冬补助免费入园的一个活动，然后我们再加码，就是让他每天都可以用这个方案来免费入园。 九族文化村大上秋冬的旅游政策，12岁以下儿童免费入园，大人的门票嘛对850落到650。 促进台湾的观光经济，对，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带全家一起出游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亲子活动。民众的选择其实嘛袂少，台中内部乐园12岁以下儿童除了会使免费耍，也会使免费坐摩天轮。婚龄检无山的儿童免费，当然阿公阿嬷以及身份证有1或者0的民众，拢会使优惠价299块。 也有北部地区，也有海洋世界10月受请，2个人同行，1个人免费。六福村的主题游乐园门票优惠价是499块。东部地区远用海洋公园12岁以下免费入园，同行购票是送200块的抵用券。双十节有4天的连假，北中南各大乐园拢烧钱抢人潮。